之前有风声讲，中国解放军可能会伫咧5日做军演，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无动静。那咱国的国防部有证实到，有12架中国军机、8架军舰，一共有1架公务船伫咧大海附近。另外，美国空军部长李教授有点名中国是当在挑战区域安全哦，目前烦恼讲在印太地区可能会发生战争。 传出解放军可能伫5月节前后进行军演的威胁，虽然到今也无相关的动作，不过咱国国防部一日侦测到12架厝的中国军机、8架中国舰、1架公务船侵扰台湾，显示解放军继续对台湾施压。那美国空军部长梅英克伫29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顶面，直接点名中国对区域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唔捌有的，更是印太会正做后一个可能的战区。 Today'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s wide-ranging and it is unpredictable. There will be no sanctuaries. The Indo-Pacific will be your generation's fight, and you will deliver the most lethal force that this nation has ever existed, or we will not succeed. 梅英强强调讲，美国军事战略已经转做以本土防卫甲威胁中国为主。专家是分析讲，中国除了继续发展军力，也利用经济和区域的国家制造压力。其中台海是上前线，除了台湾要有警觉性的准备，第一岛链的国家也要注意解放军的突破。当驻韩美军、驻日美军、台湾以及菲律宾美军相关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国家，是否能真正在所有我们所预估的战力上，将中共的解放军封锁在所谓的第一岛链？专家认为讲，除了国军要细致预防由演转战的可能威胁，政府也要强化应对中国伫经济、外交等等的层面对台湾施加压力，避免和平演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